国防部伫今年成立全民防卫行动专署，因表示讲会出版全民国防手册，发予民众，提升民众对战争的应变能力。即摆有民间的独立媒体参考军事专家意见，加外国的民防手册，要替台湾人打造一本民防手册，提升民众对战争的认识甲准备。 满满一页的插图，紧急救难牌啊，应该安怎准备，让部理知。这是一本台湾独立媒体参考军事专家甲国外民防手册，经过1年的准备所出版的民防手册《公民行动指南》，让大众平常时就会使知影战争发生的事应该安怎做，破除各种战争的迷思。大家会对战争的观念可能听伫演习嘛，也是讲听伫较以早的。即摆战争的情形甲以早已经无相像啦，无人机这款物件。 伊渐渐的伫战争内底有一个重要的角色，因为台湾一直伫拄着混合战这件代志。这本手册内底其实嘛有强调一个部分，就是尤其是假消息，你爱安怎分辨。因为罗西亚参乌克兰的战事，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引起关注。国防部承诺会推出民防手册，发予民众，提升大众对战争的反应能力。目前当咧行政院审核，小重点认为，虽然民间版本的发行量无法度甲官方版本相比拼，但是内容是较有春秋空间。罗西亚的军队吼，伊可能会假做家己是乌克兰的军队，用画图的方式甲大家教讲，咱安怎做基本的。 敌人甲咱家己军队的识别，阮伫内底就话讲，咱台湾的军队可能会生做啥物款，解放军伊可能会生啥物款，阮嘛有写伫内底啊。萧重点表示，民间也有真侪团体咧关心大众对战争的认识，按算会甲这团体合作，透过办活动、也有募资等等方式，做回送民防手册，提升大众对战争的认识甲准备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